大家好，我係 3D 班嘅何卓希。今日我要介紹嘅書本係《活着》呢一本書，而其中有一句好經典嘅名言：當你感受到活着就是活着，非常簡單。當你拿起礦泉水飲嘅時候，你就是感到活着；當你說話嘅時候，你也是感到你活着。活着嘅意義就是活着。而《活着》呢一本書係余華嘅代表作之一。呢一本作品以富貴嘅一生為主線，透過佢經歷家敗人亡、親人接連離世同埋生活反覆崩塌嘅過程，呈現人喺巨大命運面前嘅掙扎同埋韌性。小說冇走向宏大嘅英雄敘事，而係用撲朔冷靜嘅語言記錄低平凡人嘅苦難，因此讀嚟係格外嘅沉重。故事由富貴嘅年輕時期開始。富貴原本過住相對富足，而且帶有幾分傲氣嘅生活，但係命運好快就將佢推入深淵。佢失去咗財產，失去親人，並喺動盪嘅年代中承受接二連三嘅打擊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富貴嘅家族成員陸續離世，好多重要嘅人生片段都成為咗回憶。佢冇因為悲劇而徹底崩潰，反而喺一次次失去之後，仍然努力咁樣活着。小說最後嘅基調並唔係希望式咁嘅勝利，而係更加似係一種殘酷又真實嘅結尾。人要喺失去之後繼續面對明天。富貴嘅性格並不完美，佢曾經有過輕率、浪費甚至傲慢嘅階段，但係小說冇將佢塑造成神聖嘅受難者，而係讓等佢喺錯誤同埋懊悔中長大。佢最打動人嘅地方在於佢冇用怨恨去吞噬自己，而係用生活去承接生活。富貴俾人睇到人嘅尊嚴唔止建立喺順境，更加建立喺面對崩壞時仍然唔會放棄。余華嘅敘事節奏偏向平實，句子唔追求華麗嘅修辭，卻可以喺冷靜中累積情感。呢一種看似平淡嘅寫法，反而讓悲劇更加有重量。讀者會喺呢一種不知不覺間被帶入富貴嘅時間軸，感受到苦難嘅連續性同埋不可逆。喺讀完《活着》呢一本書之後，我最大嘅感受就係幸福係可能會消失嘅，但係活着本身已經係一件需要勇氣嘅事。小說冇教人用悲觀去逃避現實，而係等我思考，當我人生真係失去好多嘅時候，我哋係咪仍然可以保有基本嘅善意同埋面對聽日嘅力量？佢亦都提醒我珍惜身邊嘅人同埋生活嘅平凡時刻，因為人永遠都唔知道下一次失去會喺幾時嘅到來。喺讀完呢一本書之後，我覺得余華嘅呢一個作家係非常之感性嘅。呢度係我嘅分享，多謝。